今日同大家嚟到盈海20座中層醫室，佢係一個2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96尺。一打開大門就會見到單位嘅客飯廳。大門旁邊會係飯廳嘅位置，擺放咗一組收納櫃，而左手邊就係儲物室，擺放咗一組 L 字形嘅衣櫃。廚房嘅工作台呈 L 字形設計，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門口後面擺放咗雪櫃。左手邊會望到馬鞍山，而正前方就係銀湖天峰烏溪沙站嘅方向。之後再同大家經過客廳行出露台望一望。右手邊可以望到少少吐露港嘅海景，下方會係盈海匯商場，而正前方就係烏溪沙站。走廊可以通往2間睡房同埋浴室。浴室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走廊盡頭會係細少少嘅睡房。最後再同大家參觀埋主人房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。多謝收睇。